来乡亲啊，这个2021婚林一起幸福，这个亚洲艺术家的交流展览，伫北寮乡公所来举办。展览的时间到8月27，这届有12个国家、50个艺术家的作品来展览。乡亲有趣味，会当到北寮乡公所来看展览。婚林一起幸福亚洲国际艺术家交流展已经有8年的时间。今年伫婚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1楼，佮有北寮乡公所2边拢有展出。希望讲为咱的民众你来遮洽公的时阵，希望讲会当去看画展互咱增加咱乡公所咱地方的发展。总共有12个国家，50位的艺术家，全部的总作品是100幅。其中一位规划展览的艺术家丁仁同，自8年前开始邀请家己熟悉亚洲艺术家来台湾展览。除了亚洲以外，嘛有美洲、欧洲各界艺术家，和无同文化艺术作品带入来偏乡。假如把它引进来到我们这个乡下，应该会很多人会想要去看这样子。这项展览原本6月底就要结束，不过因为拄到3级的防疫警戒，展期后来决定延到这礼拜5。每天呢，我们在这边进进出出的上班。那不仅让我们精神百倍，也心旷神怡。最近有来到北寮乡公所办公的民众，会使到公所的1楼到3楼来看展览。